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天气热，耍水是人人爱。讲屏东恒春镇立的游泳池，有3个国中的男学生，伫咧深夜10点外，偷偷爬入去游泳池来耍水。是过当天发现有椅仔伫咧游泳池内底，感觉奇怪，调监视器出来看，才发现这个状况。镇公所赶紧来报警，希望提醒着囡仔珍惜性命。因为安尼偷偷走入去游水，当场无救生员，万不因若出代志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蛮热，天气热逼逼，大家拢走来游水，因为浸伫咧水内底上舒适。不过所有人趁半暝无人，偷走要来休馆的游水池。26号半暝10点外，3个人是国中生，偷走要来恒春镇的游水池内底游水。工作人员过当天上班了后，看到哪有椅仔落伫咧游水池内底，感觉真奇怪。调监视器一个看，才发现这喊过的状况。少华嘛，120公分，你下水可以，可是家长在旁边陪同，我们都在这边就要求了，你不陪同，我不让你进去。敢是天气太过热，热到挡袂掉。来看气象局的资料，昨28号伫咧屏东市上关分，伫咧下晡2点，温度33度，体感温度飙到38度。恒春同款是热到强要外摇起，同一天正中到30度的气温，体感温度来到33度。不过想要游水，就千万莫伫咧游水池无救生员的时间来。确实蛮危险的，惊危险啦！讲阮会加强来替山网遮吼，来做一个标示吼，不要攀爬过来安尼有哪有叫咱当地咱分局有哪会当来加强巡视安尼。敢是为着耍水，这3个人才偷走要来游水池，即摆也唔知影。我提醒民众耍水拢要加注意安全。游水池开放时间才有救生员伫咧，万不里发生危险，才有法度及时救援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